大家好，我係 Natasha， 今日係我哋嘅影片分享時刻。如果你係想過一個更健康嘅生活同保持好身形嘅人，今次我哋會帶俾大家一個好嘅榜樣。今次我哋會介紹一位世界健身圈嘅超級影響者，佢係一個真正嘅紀律、專注同埋努力嘅典範。但係喺正式介紹之前，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哋嘅頻道，記得而家就訂閱啦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日嘅新內容。今次介紹嘅係 Aliona Mariapkri， 一位1990年代中期喺美國出世嘅知名健身教練。佢喺網上嘅人氣非常高，佢嘅影片鼓勵咗世界各地成千上萬嘅人，向大家展示咗只要有決心同埋毅力，就能夠取得好成績。佢嘅 Instagram 粉絲已經超過30萬，喺嗰度佢會分享自己每日嘅訓練計劃同埋身體變化。維持一個健康勻稱嘅身體並唔係易事。Aliona Mariapkri 深知呢點，佢每日都會進行強度高嘅訓練，並保持均衡嘅飲食，以保持佢嘅體能處於最佳狀態。不過，佢嘅成就並唔係一蹴而就嘅，就好似好多運動員咁，佢都經歷過困難，同時不斷重新調整自己，努力去達到今日嘅成果。過去幾年，佢遍遊世界，喺世界各地嘅健身大師旁邊訓練，並且透過佢嘅網上訓練計劃，幫助咗成千上萬嘅人改變佢哋嘅生活。Aliona 認為自己而家正處於最精彩嘅時刻，並且不斷追求新嘅目標同挑戰。咁你識唔識呢位咁勁嘅運動員啊？你對佢嘅故事有咩感想？喺下面嘅留言區同我哋分享啦！多謝大家收看今次嘅影片，下次再見。